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甲边的人互相请安吼，来平安。经过顶礼拜寒冷的天气，今仔日有小可小热，愿主施恩伫咱今仔日的礼拜，以及咱所有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会员好会，我需要请各位兄弟姊妹，咱坚持到最后吼，咱坚持到落尾，咱做来人，上帝听重，那袂遐大。上帝听头乃话遐大，欢喜喜乐予我，叫我美美小可的人，予我甲伊共话，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亲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的到彼日，耶稣恩典那为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神圣经福音不会暗有主张。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亲像我
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你到彼日，诚心感动那为遐看，予我凊彩过世，承受福音，信受感化，是命我心情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你到彼日，白行诚心三一上帝，至圣至关至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阿乐伊名无衰。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亲心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教导伊的，为保守直到彼日。愿主保守咱，对年初到年尾，拢引带咱听咱，诚做咱行路的时的光灯。只好朋友就是耶稣，这条诗歌咱拢真熟，嘛诚做圣诗中的圣诗吼。只好朋友就是耶稣，咱这个三个来吟。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我甲烦恼，真正人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喜乐平安，斗看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深信，袂有放心交托主。咸菜拄着有阮试炼，也是心面大烦恼。着较毋通常常失志，着将大项来记得。有朋友到这真重，甘愿体贴万载耶稣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记得。些需要咱拢无亏难，亲像担担要跋倒，一大救主咱叹亲旧，万事拢通对伊讨。朋友若有看去严重，通将这事来记得。主会用手遮查保护，心通安然免烦恼。咱同心来记得。主帮助阮，互阮将万项事，不论是苦事、好事、喜事，还是忧虑的事，拢通仰望着主，将这事来记得，互阮心安然，无烦恼。主你替阮担当，阮今仔日的礼拜，愿主你踮伫阮的中间，诚做
阮会拯救，正做阮的瓦壳。今仔日阮下礼拜对开始到结束，主你拢甲阮同在，麻烦带着满满的福气，带着满满的稳定，转去到伫阮的厝内，开始一礼拜阮的工作、学业也是事业，主你的稳定教业阮用，阮安尼确实，我嘛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甲乐乐。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咱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的全能上帝。会经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笑念你叫大的恩主，我心中坚，心中坚，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上主啊，我要全心感谢你，我要报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啊，我要称赞你的名，吟圣诗18首，我心俄罗上帝起立吟全首。
我心乐乐上帝，主言应我的病，天地万物三高影响，乐以大尊名，就目残远水泉，强冲大海关山。冠领英光，仁爱公义照真。我心乐乐上帝，世间情人的病，空中飞鸟临时出声，乐以大尊名。溪水草木青翠，红花结枝菊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空气大仁爱。我心乐上帝，天的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重行，公义稳当得胜，成果临到地上，那准地天一样，天的高尾合做一家，阳光为地上帝。请咱犹原徛伫，用书读圣经，个别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营内受苦，顶10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60篇，启文60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予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一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详细信息的文书是暂时。
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这声安尼信毋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三甲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伫即早时，阮来到你的会堂，安静阮的心，将一切劳苦、忧愁、甲重担，放伫你面前，求你透放。阮感谢你，想事新的早起，互阮为自执敬拜你。这是你所定的日子，阮要欢喜快乐，要用敬畏甲感恩的心献上而乐。伫敬拜时，求你的圣神充满这个会堂，甲阮心内。互阮专心仰望你，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洗清阮一切的罪，洗清阮到无罪。当阮唱歌祈祷，听到你的时，求你亲自对阮讲话。伫你的真理中，我要得到更新。阮搁一遍领受你对仁爱的教导，仁爱是所有的温事中上重要。若无仁爱，阮就亲像落在陈，若跋在险。我要了解仁爱的真实，活出仁爱的见证。对礼拜要读的圣经，要来领受你的话，求你互阮听见你的声音，信靠你的带领，行你所指示的道路。求你互阮明白，你赐福互阮，毋是只有为阮家己，也是要互阮成做别人的祝福。礼拜中要开好会，报告过去一年的时间，展望未来。求你使阮合一的心，清楚的意向，找求你的旨意，互阮成做你的器具，做好的时间。我们要将今仔日的好会、教会未来，全部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像是阮平安。阿门。生活对献诗，信靠耶稣。
来读上帝的话，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路加福音6章28节。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3节，上主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恁老爸的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以路加福音第6章28节，着祝福毁灭恁的人，着为着侮辱恁的人祈祷。牧师要讲道，甲咱分享是真做祝福的管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对创世纪甲路加福音来领受祝福咱的话语甲信息，咱同心来祈祷。大家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我要召开一年一度教会的会员好会，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将时间拨出来参与这个会。愿主嘛坚固阮今年所要做的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过去咱知影讲，真侪所在伊是无路的，特别是咱捌听过即个无买巷，吼，就是讲伊的这巷仔底就一间厝。啊，若有人买着迄个内底地，伊若无路通到外口，安尼迄块地的价格甲伊的发展就会受限制。所以过去早期开设公路、铁路，也是桥梁，吼，咱即马过来有一个东港大桥，吼，会开通，就会互北里到淡水的人，吼，会造成因真侪的方便。这个路线、这个交通的建设到底，迄个所在有可能就带来发展，这是一个过去的现象。即马现象是捷运开到底，迄个所在就会发展。咱台中咧建议第2条、第3条的捷运，望即个时间会当照安尼来完成。过来未来10年，有可能咱来面对交通的黑暗期。当这捷运若咧乌的时，会造成真侪不便。所以咱知影讲自来水若开到底，迄个所在就自来水通用。我捌伫新港讲看到一个原住民的牧师写着讲，地冻了后，因拢无水，因只有去接迄个山水来啉。所以若是无水、无即个公路、无雅士的公路，也是无网路的线路，迄个所在的发展，也是迄个所在的便利性相对就较低。特别是2条捷运交汇的所在吼，交汇的地方变成一个转运站，哇，迄就不得了，迄个所在的发展会搁较好。哦，咱知影讲，咱教会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横的甲一个直的，中间迄个交汇有啥物货？有一个光芒，对不对？这个是十字架的光芒。同款的道理，所有的线路的开通，带来方便，嘛带来建设，嘛带来改变。一个所在要运输物资甲产品，若无便利的交通，迄个所在嘛真恶劣，真恶劣将因的产品甲运输到外口去卖。一个所在若无人潮的组织，交通若无方便，相对迄个所在若无法度组织人潮，对不对？所以有当时火车站也是转运站，迄个所在人潮，就会带来真侪的欢迎，甚至遐个店面的租金嘛会较悬。
相信这物品伊要集合甲要分散的所在，一定爱伫交通真便利、真发达的所在。这来来去去爱真方便、真便利，人才会想要去。这真做一个人流跟物流，人的劳动甲物资的劳动出入的所在。所以这就是讲公路、线路也是道路真畅通，就会顺利。咱的身躯嘛是共款，你的血管若袂通会安怎？就会产生问题。特别顶礼拜天气寒冷，咱大家注意咱的血管是不是会通？血管是不是会通？脚是不是会麻？手是不是会麻？是不是要注意？所以咱相款的血路若袂通，也是咱的循环若袂通，相款人会带来这破病，也是无拄好的事发生。所以人的祝福嘛是共款，人的祝福若无法度真顺利、真通畅，若无透过交流互动，安尼嘛袂带来兴盛。所以人祝福是需要劳动的，那祝福别人，这个回馈回应到倒来家己的心上，这个福气就哪大。马太福音7章20讲，恁用什么种的牛气量予人，上帝嘛照安尼来量予恁。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神就照什么样的量器来量给你们。所以咱若偌济量予别人，上帝就照安尼量予咱，甚至佫加倍予咱。祝福嘛是需要真心、真情、真意，对内心发出的真诚，对内心的感动。所以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咱即摆讲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边仔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你是有真心无啊？有真心无？发出来的真心真情真意阿伯拉罕是圣经内面所拣选上帝要祝福予伊的人，即位予上帝看重的人，伊愿意顺服。所以咱伫阿伯拉罕的身上，咱有看到伊顺服上帝的心意，嘛服从上帝的旨意但即两个心意甲旨意，安尼，就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嘛，愿咱每一个人照安尼来得到祝福咱的祝福。阿伯拉罕伫顺服甲服从的中间，上界互伊内心挣扎的，就是要献伊的囝以撒。以撒是上帝应允互伊的囝，甲伊的某撒来的囝。所以上帝要试验伊的时阵，伊爱破茶，准备要烧这茶，然后佮带囡仔，囡仔以撒，然后佮有2个仆人，还带着2个仆人，去到底用行路的，去到献祭的摩利亚山顶面。咱想讲这代志，阿伯拉罕会当交代伊的使用人去做，但是阿伯拉罕是安那亲自去做，无交办其他的人。所以献囡仔以撒的这个山后来嘛，成做所罗门王要起圣殿的所在。这伫历代志下卷3章1节。所以咱看阿伯兰的故事，上帝的话临到阿伯兰的时，伊的名伊迄阵还未改名，后来上帝有改名做阿伯拉罕。所以对11章开始到伫创世纪12章开始11章12章开始讲，这信心的义人，这信心的父亲，上帝讲你得爱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家，到我要指示你的所在。这个时阵的心境是安那？如果上帝若临到你讲爱离开台中，离开独行，去到对，你心内安怎？那个是一个未知的、未知的，因为上帝还未清楚甲伊指示，你要去到对。所以伊离开迄个熟悉的地理环境，甲伊住的所在，难免心内会足侪挣扎，因为他要离开他的舒适圈。有一句话讲食老才咧换寿啊！我知影时代对若要换所在，拢有做内心，因为伊熟悉迄个环境。我知影咱足侪时代，若对要去甲囡仔住，有当时内心会足大的迄个挣扎，要换迄个寿真困难，特别是你已经有年岁我拢足习惯我上厕所的所在即个水道水伫底，冰箱伫底我坐来电视伫底我拢
家己会当自理甲做好势。啊，你换一个所在，迄个安那感觉安那带袂落的。所以讲食老咧换受，这是足困难的吼。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所有的时代吼。所以上帝会仆人倒一个无离开伊的本家本国，所以上帝即道命令，后壁他伊用未知啊，吼，取代伊已经知影，伊原来做熟悉的方法方式，甲伊的生活，伊毋知影伊的方向，甲无确定的路程。所以，咱想看觅啊，咱的选择是毋是有上帝的参与伫咱的内面？如果咱的凡事拢照家己设定的路，咱就感觉袂出来主伫咱的身躯边，也是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也是伫咱的生命内面。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当咱咧选择的时阵，咱有想着上帝无？当你做代志的时阵，你有想着讲啊，上帝嘛伫即个中间来帮助咱的选择啊，甲决定。啊，别他毋是一个完美的人，伊毋是一个完全拢无缺点的人。咱知伊有两届无承认伊的某甲伊的某讲这是我的小妹吼，所以伊是无完全，但是上帝嘛讲我要赐福你，所以这个主权嘛在伫上帝讲，上帝要赐福什么人，就要赐福什么人。圣经除了是耶稣圣经耶稣基督以外，无有一个是完全的人。咱人彼此中间，咱是用祝福，我祝福你。所以有一条歌讲：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对吗？是毋是？咱是互相祝福。但是人甲上帝中间是安那？是祝福。上帝赏赐互你，上帝赐了伊的恩惠，也是赐了伊的恩典互你。那咱人甲上帝中间是即个赏赐吼。如果咱今日的题目啊改做祝福的管道，安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但是咱今日是祝福的管道，就是讲要帮助大家，加做一个祝福的管道，而且这个管道是畅通的，是没有阻碍的，袂去塌掉的。所以嘛，帮助咱的教会，加做祝福的教会，嘛加做福气集合甲分散的所在。什么是集散地？集合甲分散的所在。咱再讲，咱上地理课程讲吼，倒一个所在是啥物种的物资的集散地、集合甲分散的所在。吼，过去咱台湾喺山边嘛有足侪集散地，原住民将因拍来物件摕来，甲本地人做交易。所以，即个原住民有你的枪，伊家己袂晓生产啊。只有靠因的物件甲人交易交换，吼！啊，因若无生产铁啊，啊，哪有迄铁的物件？一定是甲本地甚至甲海外的商船做交易。屏东迄百万族吼，百万记得因的砖头有迄琉璃，就是玻璃珠啊。啊，因遐无玻璃物件，哪有种珠啊？透过交易，吼，听讲。明朝迄个时代，日本人上爱买台湾的鹿皮，台湾生产鹿啊，鹿皮要做啥？做战甲，做盔甲，需要迄个鹿皮，啊，所以因就来遮做交易。所以鹿港就是咧交易鹿仔的港口，叫做鹿港啊，鹿仔港啊，就是有外地商船为福建来、为广东来的商船，甲咱遮的较早的居民安那做交易，做交易的物资的交换，所以咱教会要怎成做一个集散地？当咱做即个时阵，咱今日伫遮礼拜，咱礼拜中间来开好会，咱读圣经、祈祷、团契的聚会，咱敬拜聚会，甚至咱圣歌队练诗，也是三角分享的时，这就是咱组织的时阵啊！啊，分散咧，分散你转去到你的厝，你若去共传录音，用更新传录音，你读圣经。甚至祈祷，咱每一个礼拜的祈祷会，咱拢会伫线上，伫咱的一楼，为咱的教会，为咱的关怀小组提名，为因祈祷。这就是咱无伫遮，咱嘛咧领受即个祝福，敢毋是？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来分享，就是咱第一个，咱有广大的心胸，甲咱的胸，咱的心胸有怀着。大的志，大志。有人讲牧师，我也有大志在这里。
哦，不是那个大字哦，吼，毋是你会记，是真正咱的心有迄个志向，有迄个志愿。所以上帝讲，要互阿伯兰成做大的国，要互伊的名成做大的名。但是这阿伯兰一生，伊到年老过身，伊嘛看袂到，毋是伊要死之前，我看到我的名最大，是伊死了后才发生的代志。所以上帝只是阿伯兰，伊阵还袂改名，离开伊的本地本族到底啊，上帝要指示伊的地，上帝要互阿伯拉罕成做大国，伊的名要做大。上帝爱阿伯拉罕嘛，成做正人的福气，伊甚至要成做万族万邦万民的祝福。伫日本时代啊，有一个尼多贝伊那肉吼，这位新都护道造，这位日本人，伊来到台湾的总督府来做技师吼，祭司吼，贡献伊的技术。伊有一句勉励人的话，就是讲，人要胸怀大志，人的心胸要有这个大的志向，有大的志向，抑阁无够吼，甚至吼，抑阁有你爱有迄个志向，帮助国家，帮助社会。所以，伫1984年到2004年，日本的第2大的钞票啦吼，的纸票、纸币吼，顶面5000円，就是印伊的人像。如果你的人像若印伫顶面的，甲迄5个囡仔，迄个5个囡仔到底是啥？吼，如果印伫顶面吼，哇，伊印20年的，即个。尼多贝伊那做这位新都护道造，这位伊是基督徒。当1901年的时，伊来到台湾总督府底下要做技师的时候，伊提出一个政策，就是讲台湾糖业改良的意见书，呈上给迄时阵的总督府。伊就要对甘蔗的生产制糖，看会当甲伊工业化。来改善台湾的经济。迄个时阵提出即种的人，伫当时是无啥可能的。1901年，日本毋才来6年尔，10年6年。日本来10年6年，发生偌侪代志。连面遐甲你乱，连面遐甲你乱。迄阵啊，到未雾社事件无啥事件未发生的。连面遐着迄个，咱台湾毋是足愿意互日本人管的啊，是毋是？双方拢有损失。所以，这国际社会来起笑日本你你若无爱管吼，规气看偌济要卖我啦。迄时阵就有一句话讲1亿的日币吼，1亿的日元吼，规气卖互法国好啊。因为法国迄阵要占越南，伊对越南已经有开始侵略甲占领，甚至对咱的家人嘛有兴趣。你着1亿来卖互法国就好啊，他着搁伫遮安尼统治遮的人民，遮辛苦，所以。新都护道造，伊提出各种的政策计划，5年了后，台湾毋免搁靠日本啊，经济有法度家己独立啊，毋只有财政独立，才慢慢伫未来建设。所以这个人是无简单的，这个心胸有大志，毋是要祝福个人，伊是要祝福这个社会。所以提出这个糖业的改良的计划书。后来，互咱的糖业有这设备了后，咱的种甘蔗，甲咱的制糖，才慢慢起来，然后佫会当外销。较早咱台湾就出产糖嘛，甘蔗出产糖，外销糖去到国外。所以，这个人伊互人称作咱台湾糖业的父亲糖业之父。伊的政策嘛，祝福着咱迄当时。希望10年的台湾，所以日本的纸票，印伊有20年的时间。保罗先生嘛是同款，保罗先生伊的志向是到底，伊要将福音传到未信主的迄个地的尽头。迄当时的人认为欧洲到西班牙过就是大海，就是大西洋大西洋，迄就是地的尽头。伊有一个心志，讲伊要将福音甲伊传到迄个地的尽头。后来伊成做福音的先锋，所以人有广大的心胸，甲心胸的大志，这嘛会当帮助福音
的管道来传到无有福音的所在。阿伯拉罕要离开本家本族父亲的家，到上帝所指示的地，伊的后代才有法度承接上帝福音的约，来领受这个流年甲米的迦南地。所以心胸若远大，才会当容纳才会当包容接纳着即个领受着即个祝福。宣教师的心胸嘛是共款，用安尼心胸去拥抱世界。因如果若无行出因的属实的空间，无将因的心甲因的眼光放伫世界，安尼就无法度将福音传出去，敢毋是？马介敢毋是抱着安尼心胸来到台湾？当马介来到台湾，伫淡水上花的时阵，迄阵北台湾无有基督徒。马介国医生若无离开英国来到台湾，安尼咱今仔日咱嘛无法度坐伫遮礼拜。所以祝福爱为着咱的国家，嘛为着咱的人民。第二，咱爱有包容，接受彼此差异吼，咱互相拢有无共款吼。这世界遮尔大，就是因为有无共款的文化、语言、风俗，所以语言伫宣教甲国际互动的中间嘛，扮演真重要的关键甲角色。也是我建议兄弟姊妹，将家己的语言学好，这较是重要吼。家己的母语学好，所以咱对差异到伫包容到接纳，就是讲这爱有接触，咱才会当得到。你敢知影有一条歌圣诗叫做《耶稣听我，我知明》，你拢晓唱对吧？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对吧？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话听小命命，即摆有改啊，哦。所以咱想看觅啊，即条歌是台湾歌还是外国歌？是台湾调还是外国调？其实伊是美国的圣诗。是咱家己印入来，诚做咱的圣诗的一首。国小毕业，咱拢会唱啥物歌啊？离歌对吧？但是离歌这条是英国歌，嘛不是日本歌。我去查了讲啊，原来是苏格兰的民谣，苏格兰的民谣。寇世远牧师吼，伊有改做献歌版。吼，伊讲蒙恩之人来自各地，合一在基督里。吼，蒙恩之人来自各地，合一在基督里。好，了伊最后一句吼，伊讲主内一体，不分东西，彼此以爱相惜。吼，了第三段伊佫有一句啦，吼，好，唯愿此心带去福音，救灵第一要紧。吼，愿带要去出去迄个福音，救灵魂第一要紧。伊再甲伊改做诗歌版的，这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其实有一寡外来物件，咱唱歌，这感觉咱是咱家己的。2月7号有广州的圣一长乐教会，这一群人，毋知影几个我毋知吼。这男主有一位韩国的宣教师金牧师，伊要带因来拜访咱的教会，嘛透过咱甲伊互动交流。这群人伊嘛是奉差遣的，离开本地，暂时离开本地本国本族来台湾，传宣传福音。哪会知影讲伊一生的中间，伫个地图名不见经传的笃行教会，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要来拜访我们。你感觉安尼过？你感觉讲去过一个地图咱毋知影啥物所在，去遐？甲伊个教会人做伙伫遐，有啦，有可能你出国捌安尼过啦。我有一个青年，较早去波兰交换学生，伊礼拜日拢会去教会，因为波兰天主教较侪，所以伊拢去坐伫后壁天主教会伫遐做礼拜。伊讲教会足大间，迄人嘛足侪，哦，迄地图名不见经传，也毋是啥物景点啊，也毋是啥物阿里山，也毋是啥物野柳，也毋是垦丁。吼，也毋是台中的迄个公园，但是安那因来到即个所在，宣教师嘛是共款，对他乡异地来到本地，外来煞变在地，所以若无诚做安尼互动交流，嘛无法度互即个祝福来临到。
所以基督徒咱也无分教派啊，无分国籍，咱拢会当同心上帝来敬拜，上帝来赞美，才当领受即份福气。我拢咧想讲，有一天我也问耶稣，耶稣是毋是有受洗咧？对无？圣经讲耶稣领受啥个洗咧？约翰，所以约翰叫啥物会？行洗咧约翰，对无？耶稣的会籍伫对耶稣有4个哇，无拄名，袂通拄名。耶稣的会籍伫对。耶稣你是倒一个教派？耶稣是所有的教派，咱拢是新科伊、外科伊，敢毋是？包括咱长老教会，包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耶稣基督毋是干那伫咱的长老教会，嘛毋是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所有的教会。咱咱所敬听的所主这个别礼拜，因为遮好甲伊翁婿伫巡礼会、顺礼会伫遐做礼拜。当然伊是较方便啦，有因的考量。我就问讲巡礼会是为倒来的？伊讲伊是甲卫理公会是兄弟啊。但那亲像浸信会跟浸宣也是不一样的哦。伊算浸礼宗的，这顺礼会算卫理宗的。咱是啥物宗？长老宗啦，对不对？愿上帝帮助咱，你爱记得咱是长老宗。这拢是属伫改革宗，改革宗了后分散足多。有浸礼派，有卫理公会，有长老会，还有其他还有圣公会等等不管，总是来讲，咱拢是上帝子民，咱拢是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大国是上帝赐福，嘛爱得到人的敬重。所以上帝讲，你要得到，要人讲你的名要做大，嘛爱得到人的敬重，互人得到福气。最后甲咱讲，福气是来自正向积极的话。伫以弗所书第4章甲咱讲，伫创世以前，上帝已经通过基督竞选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洁无缺点的人，因为上帝疼咱。我哪会知影讲你一生来到笃行教会？我哪会知影讲我一生会无回来到笃行教会？你想看觅？所以咱伫遮会相拄。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上帝有伊的计划，一定有上帝伊的立例，咱来到笃行教会。这是伫创世以前，搞不好是上帝已经旨意的事。所以咱会当诚做一间教会，诚做一间教会，诚做对教会兄弟姊妹，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这个福气爱来自正向。圣经有甲讲阿伯拉罕，你祝福啥物人？上帝就要甲伊祝福。你救助啥？上帝就要甲伊救助。我看上帝是外听阿伯拉罕，你的敌人嘛是上帝的敌人。这是圣经学家咧解说。讲阿伯拉罕，你的敌人嘛是上帝的敌人。但是圣经23篇50讲，伫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伫对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耶稣嘛甲咱讲祝福你的，耶稣甲咱讲啥？软弱恁的人爱得为着因来祈祷，所以为着软弱的人，甲伊祝福，甲伊祈祷；不了你的人爱为因祈祷。所以心胸宽人，就袂去计较遮的事，袂去计较遮怨恨的事。怨恨甲生气是上无好的情绪，这情绪甲伊摕掉，你才会当变成一个正向的人。所以话上帝帮助咱，透过耶稣跟咱讲祝福软弱恁的人，然后就为着因大家祝福软弱的人为着侮辱恁的人甲祈祷。所以软弱甲侮辱的人，拢甲伊甲伊祝福，甲为伊祈祷。愿主使用帮助咱，咱的教会诚做祝福的教会，嘛每一个人诚做祝福管道的基督徒，咱有广大的心胸，帮助咱的教会，嘛。互咱有包容的心，来包容彼此的差异。这个福气来自咱正向积极鼓励话，咱同心来祈祷。太头的主，我感谢你，
阮诚做笃现教会一份子。今日阮要召开会员好会，愿阮的名拢伫会员好会顶面，搁嘛会当写伫生命册的顶面，诚做得救的人。愿主是阮今日阮下礼拜，阮下礼拜诚做芳芳的节，互主你欢喜，嘛愿你甘纳，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个来吟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起立吟全首。诗曲我需要主，着大慈悲，着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引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以目睭好去。我来救你，诗曲我需要主，你若困我，一日拢无开力，头袂摇我，叫主引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以目睭好去，我来救你。诗曲我需要主，无论何好，求你甲我无你，才有安乐。叫主引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以目睭好去，我来救你。诗曲我需要主，一生一世，真爱做你的囝，孤单无边。求主引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以目睭好去，我来救你。阿门。请坐。奉献。陈尧生接受林北接受书献。
兄姐，请坐。我来报告，先来读本周金句，我读一遍，兄姐读2遍。我要互恁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20，来，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20，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20。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看。看第4面。本的消息，等一个介绍大岛庆安以后呢，咱要开会员好会，所以兄姐请留步哈，慢者离开。今仔日礼拜后3點，伫柳園教會舉辦主日學校長的座談會，咱本會教會有林牧師甲劉秀英長老、洪雅珍校長參加。頂周的聖餐和陪餐人數111個。第2點，這個和會線呢，有緣有愛餐吼，簡單的愛餐。感謝陳美鳳姊妹準備。第3，這個拜3的祈禱會為良善小組、稱讚小組代禱。第4，本會甲關懷協會舉辦獨行寒假社區兒童英文班，有連續3禮拜的拜六下晡3點到5點上課吼。3遍的上課費用900塊，有興趣的呢去辦公室登記繳費。第5，後主日就是2月7後主日禮拜後要舉行全教會大餅掃，各團契的餅掃的分配表吼，請咱家己看，無參加團契的兄弟呢，請你選適合的這個團契吼去支援。這個分配表吼有帶領的同工，若有無清楚的，請這個牧生長老吼甲伊協調。咱看第5面，第6點。2月7日到7、4呢，拜1到拜3，當牧師因全家參加牧團年會。第7，就是後禮拜六吼，上午韓國的廣州聖一長老教會，牧師要帶領一群的這個年輕的吼青年吼來參訪，歡迎中一同工青少年呢有意願的參與這個接待。第8，就是今年度的第一學期獎學金的申請吼，到2月22日截止。要申請的吼，幹事呢來摕申請表。咱的獎學金的申請為國小吼。中年級甲高年級的就會當來申請獎學金。第9，圖書館5樓的圖書館吼有
即个要整理、搁贴标签，需要人员的资源吼，有志愿的证书生的执事来报名。第十，全教会的4年读经的计划，即礼拜到新明记17章，咱看团契小组的消息。青少年团契伫本主日，咱的11点20分，伫5楼有聚会查经。第二，少年团契伫11点40吼，本主日的11点40的聚会，主题是医学讲座健康老化。主理的是咱本会医师吼，李鸿章医师要主讲。第二，2月11，这个拜三，少年团契有迎新会，伫鹦鹉日本料理。咱看第5项的社青团契，社青团契2月7，2月7就是咱大饼扫了呢，社青要去雪霸国家公园哈，游客中心去旅游。第7点，圣歌队哈，这个本会咱节仪姊妹啦，陈姐姊妹伫国外深造读音乐，利用寒假的时阵返来台湾，所以利用迄个时间2月14哈，下晡的4点到6点，伫教会举办人生即兴工作坊哈，有兴趣的，请圣歌队的为慈会执事吼报名免费。来，咱看第6面吼，第6面，即个具体关怀甲会友的动态，咱会请牧师来报告。关怀协会消息甲教会消息，请咱家己看。汀州奉献的报告吼，伫第7面，咱家己看吼，若有错误的，财政部反映。以上。那介绍新朋友，潘怡丽姐妹、潘怡丽姊妹有伫咱中间嘛？哦，欢迎哈！对于大揽吼，玻璃的大揽教会哈，欢迎。陈明浩弟兄，哦，以及陈玉芳、陈志阳。弟兄，吼，还有妈妈吼，妈妈专家吼，好欢迎，好拍拍欢迎，一届欢迎，永远的欢迎。下面咱要三个来带导，咱做伙为着咱今日的会来祈祷，吼，以及咱所有的事工。特别主，恳求你，互阮今日的会当真顺利，把所有的报告拢得到会友的接纳。伫阮的有圣顶面，甲阮今年的有圣求上来帮咱。因为阮还阁有淡薄的欠缺，唤起阮兄弟姊妹伫服侍以及甲奉献的顶面，阁会当阁较尽阮的心意，求主你来引带。阮的不足，求上帝你嘛，伫阮的中间来唤起阮，阮嘛恳求主你想伫阮所有今年度各部组的同工，阮的小会员执事。阮团契会长、助理的校长、圣歌队的队长，求上帝你听因帮助因，互因伫服侍拢力上加力，运上加运，保守阮的兄弟姊妹，阮的身体健康勇健，听阮，互阮当领受主你互阮的福气，诚做祝福的管道来祝福人，互阮照耶稣所讲的。母女以及软绵阮的人，我嘛爱为因来提名，为因祈祷，来为因祝福，互阮的心无任何怨恨甲忧虑，帮助阮诚做主你所欢喜的基督徒。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是来行平安的。
来。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你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请坐，煞接吼，咱要开好会，啊，楼顶的3楼遐的咱的会友。落来会堂2楼会堂遮吼，较自集安尼吼。啊，3分钟了后，大家方便一下。3分钟了后呢，拢爱坐好，啊要开始3分钟了后，要开始吼。